大家好，歡迎收睇由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同保險業監管局聯合舉辦嘅樂齡無憂退休理財攻略與實用投保貼士教育講座。我係今日嘅主持鄭瑞文 Karen。今日嘅講座咧係香港理財月2026嘅活動之一，配合理財月嘅主題，投資自己回報最高。我哋今日嘅講座咧會同大家傾下退休理財同埋保險喺退休規劃之中有啲咩作用，以及喺投保嘅時候有乜嘢要注意。嗱，將近退休啦，又或者係已經退休嘅朋友仔，都一樣需要妥善理財，等自己咧可以安心咁享受人生嘅下半場啊嘛。嗱，同大家介紹兩位嘉賓先啦，佢哋咧分別係保險業監管局行為監管部高級經理李卓賢先生 Edward， 同埋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主席張業銘先生 Edwin 嘅。大家好。歡迎兩位今日同我哋傾偈啦。其實咧，我都有關於退休理財咧，有好多問題想問，因為我同好多香港人一樣啦，就諗啦，我哋香港人咧越嚟越長壽啊嘛，退咗休之後唔係淨係過10幾年喎，而係講緊20-30年嘅生活咧要繼續過啦。咁加上香港其實 keep 住都有通貨膨脹呢一個情況，就諗啦，究竟我要退休之後要儲幾多錢先至夠使咧？咁真係有冇一啲嘅數據，又或者係研究咧，可以話到俾我知啊？其實咧，香港嘅退休人士大概啦，一個月要使幾多錢啦？咁可以計下，我嚟緊嗰個壽命，我仲要儲幾多嘛？退休生活咧可以話係因人而異嘅，亦都可以話係豐儉由人啦。因為每個人對於退休生活嘅需求，或者想要點樣嘅退休生活都有唔同啦。咁所以個計算都可以係好大嘅分別嘅。嗱，咁我哋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啦，為咗能夠更加準確去掌握退休人士嘅開支嘅狀況咧，我哋就喺2020年開始制定咗一個香港退休開支指數。咁我哋就喺2024年嘅時公布咗咧，就係呢個調查嘅數據啦。咁發現香港退休人士嘅使費咧係一個明顯增長嘅上升嘅情況嘅，係啦。咁現時睇到咧就係話退休人士佢哋每個月平均嘅退休嘅開支咧係14,700蚊嘅。咁至於去到啲高消費嘅群組嘅退休人士咧，更加係超過23,000蚊一個月嘅。嗱，咁簡單嚟講啦，如果我哋攞15,000蚊作為一個基本嘅生活開支啦，咁粗略嘅估算譬如香港加埋通脹嘅影響啦，香港通脹大概係呢20年咧係2至3厘到左右啦。咁如果我哋咁樣去粗略咁估算咧，一個20年嘅退休生活15,000蚊一個月嘅使費咧，計埋通脹大概係需要500萬嘅。咁如果我將呢個拉長到去30年咧，咁就會去到呢個800萬嘅數字嘅，係啦。咁當然呢個亦都係一個好粗略嘅估算啦，亦都會要睇翻退休人士本身嘅健康狀況啊、住屋嘅情況同埋生活嘅需求啦。咁再加上佢配合埋佢有冇其他退休金或者強積金嘅安排，去睇下其實佢嘅退休係足唔足夠咯。我聽到 Edwin 你講呢個數字咧，我自己咧都嚇一嚇啦。想普普通通過個退休生活咧，可能都要幾百萬；想過更好咧，就要儲得再多啲先。但係既然咁大筆數要處理啦，我哋點樣去規劃咧？要考慮啲咩因素去進行呢一個規劃咧？我哋知道咗需要幾多錢去退休之後咧，咁下一把就係諗點樣規劃呢筆錢啦。咁喺退休方面咧，第一樣嘢要去做嘅就係盡早嘅開始啦。因為你越早開始就可以享受呢個複息嘅效應啦。即係話你越早去開始去儲錢，越早去投資，咁呢筆錢咧就可以足夠時間俾佢滾存啦。咁你就退休嘅時候咧，就有一個比較輕鬆嘅退休生活啦。嗱，咁我哋要問自己兩條問題啦。第一就係你想大概幾時退休啦？咁知道咗自己大概幾時退休之後咧，下一個問題就係你想個退休年期係大概幾長？雖然我哋都未必能夠好準確知道需要幾多時間啦，但係知道自己幾時退休同埋想退休幾耐咧，大概可以預算得到咧需要個資金需要幾多啦。咁第二咧就係話你想過一個點樣嘅退休生活？係想過一個譬如我想過一個簡簡單單嘅生活啦，定係我想可以享受多啲嘅去旅行啊咁樣。咁你嘅退休個生活嘅需求對於你嘅資金嘅準備咧都會有唔同嘅。嗱，香港人咧就即係都出咗名長壽嘅。咁佢最新2024年嘅統計數字睇翻咧，香港男性嘅壽命率咧係平均去到83歲啦，女性都去到成88歲㗎啦。係啲已發展咗嘅經濟嘅國家裏邊咧，係其中一個最長壽嘅地方嚟嘅。咁所以我哋都要考慮翻一樣咧，就係3個風險上邊咧，我哋要去考慮嘅。
一就係我哋啱啱講長壽方面啦，就係一個長壽嘅風險啦。咁長壽嘅風險即係話，其實長壽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長壽咧，亦都會令到我嘅生活嘅開支嘅需求咧係會多咗嘅，係啦。咁譬如我活到20-30年嘅話咧，我就要有確保有足夠嘅資金去應付呢個20-30年嘅使費啦。第二就係醫療開支嘅風險啦。年紀大機器壞，咁我年紀大咗咧，相對可能會多咗疾病啊，或者有啲慢性病啊。咁隨之而嚟嘅醫療開支咧係不容忽視嘅。咁第三就係一個叫通脹嘅風險啦。咁通脹咧係會影響咗我嘅即係生活上嘅一啲嘅開支啦，同埋咧我而家可能覺得足夠嘅使費咧，過多20-30年真係未必足夠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去確保就係有足夠嘅準備咧，去應付通脹帶嚟對我嘅儲備嗰個長線個影響咯。咁所以喺退休規劃方面咧，我哋就要注意頭先我講3個風險咧，配合埋自己喺生活上嘅需求咧，去好好咁規劃自己第時退休嘅生活，佢想點樣準備咯。係聽到 Edwin 你咁講咧，其實個心定少少啦，知道大概有啲乜地方咧，就要自己去考慮清楚啦。咁但係咁，我仍然都有啲空泛。咁我即係話要用啲乜嘢工具去幫自己規劃咧？而家市面上可以有啲咩幫到我哋咧？工具方面咧，其實都即係而家市面都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啦。咁我可以大概分為對於退休人士嚟講嘅4類嘅工具咧，可以去考慮嘅。咁第一就係最簡單，就係一個儲蓄同埋現金流嘅管理啦。因為喺退休嘅時候咧，最緊要就係有足夠嘅現金儲備咧，去應付生活嘅必須嘅開支嘅。咁就會建議就係準備大概1至2年嘅生活開支嘅費用咧，咁令到自己有足夠嘅現金流去應付生活嘅開支啦。咁第二咧就係強積金同埋啲退休金嘅。咁呢個就係其實喺在職人士一個好核心嘅一個嘅部署啦。咁強積金個好處就係佢強制，同埋佢可以幫，亦都有啲稅務嘅優惠啦。咁亦都可以幫到退休人士去做一個複式嘅滾存投資，複式嘅滾存啦。咁第三咧就係一啲嘅簡單嘅投資啦。喺退休嚟講咧，投資咧我哋都係追求一啲比較保守嘅安排嘅，就唔好太過進取。尤其是對一啲唔係對於投資太熟悉嘅一啲退休人士咧，最好就係即係揾翻啲穩陣嘅工具。包括可能債券啊、一啲收息嘅股啊，或者一啲低風險嘅一啲，譬如可能甚至乎係一啲嘅定期存款啊，令到自己一啲主要係啲穩定嘅入息同埋保本方面為主嘅需求啦。第四咧就係咧通過可能保險嘅工具啦。OK， 咁保險工具就可以係兩樣嘢啦，一就係應付2個風險嘅最主要，一就係長壽嘅風險啦。咁長壽嘅風險即係話我要應對可能20-30年甚至乎更長嘅生活咧，咁我就可以通過啲保險工具，例如年金啦，就令到自己可以制定一個自製長糧俾自己一個穩定收入啦。咁第二就係應付傷病嘅風險啦。咁年紀大頭先我講，即係有機會可能會應付醫療嘅開支啦，就要可能要安排翻適當嘅醫療保障俾自己去應付第時一個增加嘅醫療開支嘅風險啦。頭先 Edwin 你講到年金啦，我又問下 Edward 啦。咁講到年金咧，其實呢一段期間咧，尤其是稅季咧，好多相關嘅廣告又話可以扣稅咁。咁其實年金係啲咩嚟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嘅觀眾朋友解釋一下咧？可以啊 Karen。其實年金咧係一種規劃退休嘅工具嚟嘅。咁坊間有時都會話年金係可以自製長糧，原因係因為咧年金可以幫投保人將佢儲蓄咗一筆嘅資金咧轉化為長期穩定嘅收入。其實可以幫助到投保人咧，可以更加有規律咁去使佢呢一筆嘅儲蓄，幫助佢哋咧應付長壽所帶嚟嘅財務嘅風險。咁一般嘅概念咧就係話，投保人將一筆資金啦，不論係一筆過或者分期供款交俾保險公司，之後就可以即刻或者喺一個特定嘅年期或者歲數開始咧，就分階段咁攞呢個年金收入嘅。咁但係咧年金咧聽落都好似坊間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啦，咁又大概有幾多種俾大家選擇㗎啦？有嗱，如果咧用幾時可以開始嚟攞年金咧嚟做分類嘅話咧，咁我哋一般咧係可以分為即期年金啦，同埋延期年金嘅。咁所謂即期年金咧，即係話投保人會一筆過將筆供款交俾保險公司，隨即就可以即時收取個年金收入㗎啦。而呢一款嘅年金咧，通常都會較為適合一啲已經退休或者即將退休嘅人士。而相反咧，延期年金方面咧，咁其實投保人就一般嚟講咧，就會喺一段特定嘅時間入邊，將筆供款一筆過或者分期供款咧交俾保險公司。
咁但係咧佢就要等一段嘅特定嘅時間，例如可能去到特定嘅年期或者指定嘅歲數先開始攞呢個嘅年金收入嘅。咁正正係因為咧喺呢個供款期同埋年金領取期中間咧有一段嘅時間，咁所以保險公司咧就可以利用呢段時間咧就滾存投保人嘅資金。咁而呢一款嘅年金咧就較為適合一啲在職人士。而頭先 Karen 你所講到嘅扣稅年金啦，咁其實我哋稱之為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 QDAP。咁呢一款 QDAP 嘅產品咧係需要由保險業監管局去認證，而相關嘅銷售說明書上邊咧都會印有 QDAP 嘅標誌嘅。咁其實咧投保人咧係可以將佢俾咗 QDAP 嘅保費咧，愛嚟申請稅務扣減，係啦。咁而如果除咗我啱啱所講嘅分法之外咧，按領取年金收入嘅年期而劃分咧，又可以分為終身年金同埋定期年金。所謂終身咧，係需要按唔同保單條款而定嘅。有部分嘅保險公司係界定終身去到投保人100歲，而亦都有其他嘅保險公司咧係會派發年金咧派到受保人百年歸老為止。至於定期年金，保險公司係會喺特定嘅時期入邊派發年金收入俾投保人，例如10年或者20年咁。咁了解咗唔同種類嘅年金啦，喺買嘅時候買年金有啲咩要注意咧？年金包括 QDAP 係一種長期保險產品，買之前一定要有慎重嘅考慮。咁首先我哋一定要清楚知道自己買緊啲乜，即係要了解年金產品嘅結構。例如留意翻供款期同埋年金領取期嘅長短係咪適合自己，符合到自己嘅退休需要。好似假如年金領取期太短，會唔會做唔到對沖長壽嘅風險呢？之後就要評估下自己嘅財務狀況，包括長期供款能力，嚟緊有冇流動現金需要啊？有冇預留足夠嘅資金應付日常嘅開支同埋突如其來嘅支出？而大部分嘅年金產品派發嘅年金收入咧，都會包含保證同非保證兩部分。非保證顧名思義即係無保證啦，會受到保險公司嘅投資回報同埋盈利等等嘅因素所影響。即係話當時投保嗰陣預期嘅非保證回報咧，唔一定可以兌現㗎。投保人最後攞到嘅金額咧，有機會多咗同埋少咗。而就住呢一方面咧，其實投保人係可以參考翻保險公司嘅分紅實現率，幫助你了解嗰間保險公司喺過往派發非保證利益嘅表現。如果比率接近100% 嘅話咧，即係表示保險公司接近達到銷售嗰陣預測嘅非保證利益。其實咧咁多嘅因素咧，我諗回報咧就係購買者咧最關注嘅一個項目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如果買 QDAP 嘅話，其實咧有啲咩嘅指標可以幫我哋去大概去估算個產品嘅回報咧？大家係可以參考內部回報率嘅，我哋簡稱為 IRR 啦。咁一般嚟講咧 ，IRR 越高咧，保單嘅回報就會越大。咁而為咗方便市民比較唔同 QDAP 嘅產品咧，保險公司係會喺相關嘅產品小冊子上邊列出 IRR。不過，如果要揀咩產品咧，就唔好單純去比較回報，更加重要嘅係要考慮自己嘅個人需要同埋產品嘅特點。咁另外咧，雖然 QDAP 嘅保費咧係可以申請除稅務扣減，咁但係亦都唔好因為慳稅而倉促投保 QDAP。因為咧，如果你買錯產品咧，而需要提早退保嘅話咧，咁你所得翻嚟嘅金額咧，往往都會比你已經繳交嘅保費為低嘅。咁結果咧，亦都會得不償失。咁所以投保人咧係可以喺利益說明文件入邊查閱包括保證同非保證回報在內嘅退保價值。而亦都為咗協助市民咧更加可以容易攞到 QDAP 嘅資訊咧，我哋保監局咧成立咗一個一站式嘅網上平台年金知識簡。咁呢個平台上邊咧列出咗所有嘅 QDAP 產品，亦都包含咗咧所有 QDAP 產品嘅特點，例如係供款期啊、年金領取期啊、內部回報率等等，咁方便市民咧就因應自己嘅個人喜好啦，同埋嘅需要咧，就篩選年金，咁就方便比較。哇！呢個平台咧真係好好喎，等我哋咧一般嘅市民啦，可以好方便咧就去了解到啦，同埋比較到唔同嘅產品啊。咁啊，問翻 Edwin 啦，頭先你都有講到啦，其實除咗話年金之外咧，醫療保險咧，其實對於即係退休人士嚟講都好重要啦。但係其實有幾重要咧？點解咁重要啊？係有需要買咩？嗱，對於退休人士嚟講咧，其實醫療保險係一個經常被忽略嘅一環嚟嘅。
係啦，咁因為咧年紀大，咁我哋都即係身體嘅毛病會越嚟越多啦，隨之而嚟嘅醫療使費亦都會越嚟越高嘅。咁當然啦，即係退休人士第一就可以去享用我哋嘅公營嘅醫療嘅設備設施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公營醫療設施方面咧，都會遇到一啲嘅情況，就係如果佢係啲非緊急或者一啲嘅專科嘅服務咧，有機會佢個等待時間會比較長。咁如果佢想有一個即係唔想等咁耐啊，亦都想提升佢個嘅醫療方面嘅保障咧，咁佢可以考慮咧就係去買一份私營嘅醫療嘅保障咧，去保障自己個開支嘅。OK， 嗱咁有一樣嘢就係咧，就對於一啲將退休嘅人士咧，佢哋可能忽略咗一樣嘢，就係其實佢一離開退休嘅時候離開公司咧，佢喺公司嘅醫療保障咧，亦都會同時間亦都會被取消嘅。咁佢退咗休之後冇咗個公司嘅保障咧，當然佢可以依賴公營嗰個醫療嘅嗰個設備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就係如果佢想可以一個更加好嘅服務，或者唔想等咁耐咧，咁就係要考慮就係用一個私營嘅醫療嗰方面嘅情況啦。咁佢就要可能要揾一個考慮去買啲醫療保險，去保障到自己隨之而來嘅一啲嘅醫療使費開支啦。咁對於退休人士嚟講咧，好重要一樣嘢就係其中一個經常會混淆咧，就係醫療保險同埋危疾保險呢兩者嗰個嘅保障究竟係啲咩分別咧？好多人就以為咧兩者就係話兩者可以撈埋一齊用，或者兩者保障係差唔多嘅。其實呢兩者都有佢嘅好重要嘅分別嘅。但係醫療保險咧就係一個實報實銷嘅一個醫療保障啦，即係話touch wood 個受保人佢入咗醫院。佢需要用到嘅醫療開支咧，就可以喺翻個醫療保險裏邊咧，係實報實銷咁樣去索償翻佢嘅開支嘅。咁危疾保險個用意咧，就係最主要嚟講咧，就係話去針對翻個保單條款裏邊一啲嘅疾病啦。最常見就係癌症、中風、心臟病呢啲啦。如果 touch wood 佢中咗呢啲疾病嘅話咧，個保險就會賠償翻佢開頭定咗一筆嘅金額，一筆過賠償俾佢嘅。咁嗰個受保人佢可以係咧就話利用呢筆錢去支付醫療個開支啦，或者應付喺生活費上面佢中意點樣用都得嘅。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兩者咧，其實應該就可以係相輔相成，就唔係二揀一咁去做咯。咁所以譬如咁個好處就係話，我有份醫療保險，我需要用起入醫院嘅話咧，我就用個醫療保險去幫我自己去應付醫療開支啦。同一時間就係個危疾保險，如果我中咗嗰啲疾病嘅話咧，佢就會俾到一個現金俾我咧，作為我需要休養嘅生活費，咁兩者就相輔相成喎。係啊，的確大家咧要分清楚兩類嘅保險啦，了解清楚自己嘅需要咧，先至去投保。我又想問下 Edward 啦，咁如果係退休人士啦，或者係長者啦，佢要去買醫療保險嘅時候，佢自己有啲乜嘢需要特別注意咧？其實有幾個要點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嘅。首先咧，保單設有投保年齡上限同埋續保年齡限制，大家一定要睇清楚。大部分嘅醫保嘅投保年齡上限咧係65歲，即係話如果你過咗65歲先買一份新嘅保單咧，咁保險公司咧有機會係拒絕呢份保單申請嘅。至於續保年齡方面咧，有啲保單就會以75歲甚至100歲為限。咁喺一般嘅情況咧，投保人只要喺65歲之前成功投保，咁咧通常都可以每年續保，直至投保人75歲甚至100歲。咁而大家亦都要仔細研究保障範圍，包括係咪涵蓋住院啦，抑或門診嘅開支啊，有冇咩不保事項啦，同埋保障額係咪符合大家嘅需要，係咪夠使咧？決定投保之前咧，應該比較多幾款唔同嘅產品。仲有就係要評估自己係咪有足夠嘅保費承擔能力。因為隨住年紀越嚟越大咧，保費亦都會越嚟越上升，大家一定要做好長遠嘅規劃。就算保單入邊有保證續保嘅條款咧，個保費都會有機會增加嘅。但係咁即係可能好多朋友都會諗啦，嗱上咗年紀先至去買醫保，咁啊當然就係嗰個費用可能要高啲啦。咁但係如果上咗年紀啦，咁可能自不然身體咧都會多咗唔同嘅毛病啦，咁又會擔心咦保險公司會唔會承保咧？咁如果係呢一類嘅情況咧，喺投保嘅時候，當事人有啲乜嘢係需要去做多一步咧？就住呢個情況咧，我都想提提大家關於全面同埋誠實申報病歷嘅重要性。其實保單合約咧係建基於最高誠信，投保人係有責任如實申報自己嘅病情同埋健康狀況。
否則咧就會有機會影響日後索償，甚至令到保單失效。而過往好多投訴嘅個案咧，經過調查之後係發現投保人冇披露重要事實，而只係得到某部分嘅賠償，甚至全部賠償都索償唔到嘅。咁我相信咧，其實好多投保人咧都唔係有心隱瞞自己嘅病歷，例如覺得好似膽固醇高呢啲無關痛癢嘅情況啦，甚至係唔需要食藥就唔需要申報咁。如果大家唔確定邊啲嘅狀況或者病情咧係需要申報咧，或者隨住年紀越嚟越大，唔記得咗某部分嘅病歷咧，保險中介人其實係有責任協助你去回顧同埋填寫相關嘅資料。所以當中介人問你嘅時候咧，建議最好都同佢哋交代清楚先，包括之前嘅檢查有冇發現到任何唔正常嘅檢查結果。係啊，誠實好緊要啦。Edwin 嗱，我想問下，咁你有冇啲嘅 tips 咧，俾到我哋嘅觀眾朋友啊，可以喺買醫療保險嘅時候作出明智嘅決定咧？嗱，喺市場上咧，的而且確有好多唔同嘅醫療保險計劃咧，係好容易會令到投保人咧眼花繚亂嘅。咁我有幾個 tips 可以俾大家咧去參考一下嘅。咁第一咧就係可以咧揀選一啲墊底費比較高嘅醫療計劃啦。咁咩係墊底費咧？就係個投保人佢去買個計劃嘅時候咧，佢如果譬如揀選有墊底費嘅計劃，佢會先自己去承擔個醫療費用嗰一小部分啦，然之後餘下過咗個墊底費嘅金額咧，先由保險公司去承保嘅。咁譬如打個例子啦，如果佢買咗一個有2萬蚊墊底費嘅計劃，而佢入院嗰個費用係10萬蚊咧，咁頭嗰2萬蚊咧就先自己去支付，餘下嗰8萬蚊咧就由保險公司咧去做出賠償嘅。咁買一個高墊底費嘅計劃咧，個好處喺邊咧？就係因為墊底費越高咧，個保費咧就相對越平嘅。咁呢個策略就適合一啲咧自己有儲蓄啦，同埋唔介意自己去承保一啲細額嘅醫療開支嘅人士啦，去減低自己嘅保費嘅開支嘅。咁第二咧就係要確保咧就係越早買醫保越好啦。咁一般可能大家都會有一個諗法就係我可能睇完醫生有問題，先去諗係咪應該幫自己買翻份醫療保險，係保障自己咧？咁但係醫療保險咧，其實就係咧要確保就係自己當自己嗰個身體狀況仲係健康啦，去做投保咧，先至可攞到最大嘅保障嘅。因為譬如對於退休人士嚟講咧，年紀越大咧，身體狀況有機會出現一啲毛病或者有啲疾病啦。咁如果譬如我帶病去投保嘅話咧，保險公司咧就會去因應翻我個狀況去作出一啲核補償嘅一啲嘅安排嘅。例如有機會可能需要我俾一啲額外嘅保費，去先可以保多我嘅疾病啦，或者有啲情況就可能佢有一啲不保嘅事項啦，甚至乎再嚴重啲咧，有機會拒絕我嘅申請嘅。咁所以確保就係譬如喺在職嘅時候啊，健康嘅時候咧，去鎖定一個最合適自己嘅保障啦。咁第三就係留意翻嗰個保單嘅條款同埋個保障範圍啦，因為唔同嘅保險都有唔同嘅一啲嘅保障嘅一啲規劃啦。例如有啲保險咧就會有一啲終身嘅保障上限啦，有啲就會每年去重設翻個賠償額啦，有啲就淨係保入院嘅。咁另外一啲就可能包埋門診啦，或者咧甚至乎係退休出院後嘅一啲嘅醫療費用嘅跟進費用啦。咁最重要咧，對於退休人士嚟講咧，就係了解有冇保障一啲未知嘅已有嘅疾病啦。因為對於退休人士嚟講，呢個有機會個風險會比較大嘅。咁所以就要確保佢自己留意翻個條款，揀選一個最合適都適合翻自己個狀況嘅一個醫療保障啦。咁最後就要講埋就係話，醫療保險咧唔係買完就算嘅。咁確保就係咧每幾年就可能要去檢視一下啦。因為隨住醫療嘅一啲新嘅發展啦，自己身體嘅狀況嘅改變咧，你自己對於醫療保障嘅需要嘅機會係唔同咗嘅。咁每幾年就可能同翻個專業嘅財務策劃師去回顧一下，檢討下自己嗰個計劃，確保自己嘅計劃係合適自己嘅需要咯。係，其實咧買醫療保險咧真係好多嘢要留意，好多嘢要學啦。但係總括咧有5個字我袋到啦，就係早買早享受。冇錯。咁啊早啲規劃咧就可以容易啲咧去幫自己咧去即係規劃到之後嗰個生活係點啦。咁但係咧其實都真係睇新聞又好啦，或者有時聽身邊嘅朋友都好咧。
間唔時咧都會有一啲關於可能醫療保險嘅爭拗，究竟保唔保啊，賠唔賠等等嘅。其實咧 Edward 喺你嘅經驗當中咧，會唔會有啲個案都可以分享？其實就係源於大家可能唔清楚嘅條款，或者係冇留意到即係自己嘅細節，然之後去作出一啲錯誤決定。有冇啲個案分享咧？冇錯啊 Karen， 其實有好多爭拗都會由於投保人唔清楚自己嗰份保單嘅內容同埋條款所引起嘅，所以咧長者咧係要小心。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住院保險嘅案例，咁反映到我哋咧好多時都忽略咗合理及慣常收費條款嘅重要性。咁今次嘅個案係關於黃先生，佢為咗佢4歲大嘅仔仔咧買咗一份醫療保單。咁佢仔仔之後咧因為腸出血就入住咗私家醫院接受結腸鏡嘅檢查，醫生之後收取港幣48,000蚊做手術費。咁黃先生之後就住呢筆手術費向保險公司索償，但係保險公司就覺得呢筆手術費嘅費用過高，於是就根據咗合理及慣常條款去調整賠償額，去到33,000蚊左右。黃先生之後咧就向保險投訴局投訴，但係投訴委員會就認為保險公司嘅賠償合理嘅，原因係因為佢參考咗醫院管理局有關私家醫療服務項目嘅參考收費表。得知到相關嘅醫療項目收費咧，其實係介乎港幣12,750蚊去到19,350蚊，所以今次嘅賠償咧已經較醫管局嘅參考收費上限高出咗70%。而合理及慣常收費嘅條款咧嘅目的，其實係防止醫療費用被濫用所引致嘅潛在風險，從而控制成本，保障投保大眾嘅利益。我啱啱所講嘅個案咧，即係其中一個例子。其實大家咧喺接受醫療服務之前，不妨都比較唔同嘅醫療機構同埋醫生就住相同治療服務嘅收費。有啲保單甚至容許申請索償預先批核，咁受保人就可以先索取醫療機構同埋醫生嘅報價，交俾保險公司。咁保險公司咧就會可以預先通知可以獲批嘅金額。咁樣做咧就可以掌握到較準確嘅開支預算，提高自己嘅保障。呢個都係一個好實用嘅 tips 啦。好啦，我哋頭先咧講咗咁多嘅唔同嘅產品，年金又好啦，醫療保險又好，其實都係關於個人啦。但係我哋華人社會咧，好多時即係退咗休之後，除咗去考慮自己之外咧，可能都會想照顧埋身邊嘅人啊、屋企人啊咁。Edwin 有冇啲嘅理財工具又可以幫到呢一批人佢哋呢啲嘅需要咧？嗱，如果個理財工具去幫助一啲退休人士，同埋佢幫助埋佢屋企人啦，其實呢個即係喺華人社會裏邊咧，其實即係我哋家庭觀念都比較重啦。咁所以我哋除咗咧，有時好多時諗自己之餘咧，好多退休人士都諗埋我點樣保障埋我屋企人嘅。咁有見及此咧，其實咧退休人士咧，其實佢可以考慮咧，就係去幫自己去買一份咧人壽保險嘅。嗱，人壽保險喺退休人士嚟講咧，可能佢有時都會少啲嘅考慮啦。咁但係有幾個重點咧，其實喺人壽保險係幫到佢嘅。第一咧就係喺呢個傳承同埋遺產上嘅安排啦。因為買一份人壽保險咧，佢可以咧就係話可以寫翻低邊個係佢受益人啦。咁佢當佢離開嘅時候咧，佢嘅資金咧就可以直接咧就係賠償俾佢嘅受益人。同埋咧，亦都可以按照佢自己嘅意願咧去分配，咁所以咧到時咧就避免咗啲爭拗，亦都可以根據翻佢自己想係點樣照顧佢嘅屋企人嘅意願去跟翻佢嘅賠償啦，係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其實離開咗之後咧，其實有一個使法可能少啲人去諗啦，就係可以幫到屋企人咧去應付佢身後嘅一啲嘅使費嘅安排嘅，因為其實一個人離開咗，佢都有一啲嘅使費啦，例如可能殯儀啊、殮葬嘅費用啦，甚至乎遺產嘅安排一啲嘅行政嘅費用啦。咁買一個細額嘅人壽保險咧，就可以幫到屋企人咧去處理佢嘅離開嘅時候嘅一啲傷心嘅時候咧，就唔需要擔心財政上嘅一啲嘅開支嘅需求啦。咁第三咧就係咧照顧配偶再生配偶方面嘅保障，因為好多退休人士咧，其實佢哋可能會咧。依賴或者佢有共同嘅儲蓄啦，或者依賴某一方嘅退休金咧，去應付佢退休之後嘅生活嘅。咁其中一方佢離開咗之後咧，佢哋嘅生活咧有機會咧就因為咁而大大咁就影響。咁一個人壽保險嘅安排就可以保障到佢另一半
佢離開咗之後咧，個生活嗰方面咧就個財務方面唔需要受太大嘅影響。咁當然除咗呢個工具之外，亦都可以睇下佢有冇一啲嘅其他工具，例如佢可以做一個聯名戶口嘅安排啦，寫好嘅平安紙啦，或者佢啲其他譬如好似強積金嗰啲工具，都係一啲嘅可以幫到佢去照顧退休嘅照顧身邊屋企人嘅啲好嘅工具嚟嘅。哇！我都長知識喎，原來人壽保險可以有咁多唔同嘅功能喺當中。咁我又想問 Eric 啦，咁其實喺買人壽保險，其實我諗都係有好多嘅即係細節都要留意啦。喂，點樣有個 tips 俾我哋咧，做一個精明嘅投保人先？有幾點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下嘅。第一點係關於財務需要分析。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有唔同嘅生活需要啦。咁有啲人咧就可能想去有個醫療保障，有啲人咧就想為後人留一筆身故賠償，亦都有啲人咧就想喺個人財務上邊有一個妥善嘅安排。而正正因為咁咧，我哋保監局咧係需要中介人喺銷售人壽保險嘅時候咧，係要同客戶做一個財務需要分析嘅。咁透過了解客戶買保險嘅目標同埋需求，從而推薦一個合適嘅產品俾佢哋。所以作為投保人咧，大家要好認真咁填寫呢份財務需要分析表格，清楚表達自己嘅期望同埋關注點，咁就可以令到中介人咧可以符合你嘅需求，推薦一啲嘅建議。咁而第二點咧就係要量力而為啦，因為其實我哋好多時退休之後嘅收入來源咧，往往都會比做嘢嗰陣時咧係唔穩定嘅。咁所以喺考慮買保險嘅時候咧，大家一定要因應自己嘅供款能力，量力而為。亦都要做好有長遠去繳交保費嘅能力。我哋要向中介人咧清楚講明自己嘅財務狀況，例如退休金啊、儲蓄啊、日常生活開支，以至於醫療等等嘅支出。亦都要留意翻啦，如果你喺中間唔再供呢份人壽保險咧，你所得翻嚟嘅退保價值咧，往往都會低過你自己繳交嘅保費嘅。第三點咧，其實係大家千祈唔好心急。因為咧，其實保險條款有時都幾複雜嘅。如果大家真係未能夠完全明白內容咧，千祈唔好急住接受份保單合約，甚至簽份保單合約。投保嗰陣有唔明嘅地方咧，千祈唔好猶豫，即刻要同保險公司同埋保險中介人去了解清楚。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其實長者都可以邀請屋企人一齊同中介人會面問清楚嘅。咁亦都同時要記得啦，千祈唔好喺一啲空白嘅表格或者未填寫好嘅表格簽名，以免咧將來你會損害到自己嘅權益。嗱，你好多嘅即係資訊俾到我哋啦，的確我哋要留意好多唔同嘅細節。但我好欣賞你嗰句就係話，千祈唔好心急。但係因為有時咧都真係會可能衝動咗，然之後就買咗啲嘅產品，然之後後悔喎。有冇彎轉咧？係嗱，為咗保障投保人嘅權益啦。就算你簽咗保單，甚至交埋保費都好咧，其實大家都有兩樣嘢可以留意嘅。第一樣係關於售後電話。根據而家我哋嘅法規咧，如果投保人買咗人壽保險嘅時候，除咗一啲定期壽險啦，如果投保人係需要特別關顧客戶，例如係65歲以上嘅人士咧，其實保險公司係必須去打電話俾呢位客戶，去進行一個叫做售後確認，確保佢係完全明白保單內容同埋當中涉及嘅風險，咁仲要錄埋音做埋記錄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收到保險公司嘅電話咧，千祈唔好趕住收線，聽清楚對方嘅講解，同埋諗一諗當初自己有冇啲咩地方誤解啊，買咗嘅產品係咪符合自己嘅期望。而第二點咧，就係關於冷靜期。其實投保人咧係有權喺人壽保單發出之後嘅21日之內，係喺冷靜期入邊咧決定取消保單嘅。只要喺限期之前取消保單咧，其實大家可以攞翻之前交咗嘅保費。所以大家應該好好利用呢段冷靜期，重新檢視下保單嗰個嘅條款係咪真係符合自己嘅需要。如果真係有需要，真係唔中意呢份保單咧，就可以同保險公司書面申請取消咗呢份保單。咁但係如果真係過咗冷靜期先至退保咧，咁就有機會咧有一個財務嘅損失。明白晒。今日兩位咧都俾咗好多知識我啦。但係最後啦，好想問大家會唔會有即係簡單總括啊，或者一啲係小錦囊咧，俾到我哋嘅觀眾朋友咧？不如 Edwin 講先啦。嗱，咁啊，如果你話講一個保險嘅錦囊咧，我覺得好緊要有一樣嘢就係咧，保險最緊要咧係因應翻自己嘅需要
去購買，千祈唔好因為咧要退稅啦，或者為咗人情咁去買一份唔適合自己嘅保險。嗱，保險咧其實唔係話越多越好嘅，尤其退休人士嚟講咧，最緊要咧係要對症下藥。如果對於傷病風險係有一個需求嘅，就睇下醫療嘅保障或者危疾嘅保障啦。如果對於長壽風險方面係擔心嘅，就係考慮就係年金方面嘅一個保障啦。咁譬如對於想保障屋企人嘅，就可以考慮人壽保險嘅保障啦。咁所以最緊要就係揾一份合適自己同埋可以幫到屋企人。保險買嚟咧，最緊要令到自己多啲嘅安心，而唔係令自己帶嚟咧多啲嘅煩惱嘅。啱啊。咁啊 Edward 咧？大家買保險嗰陣咧，如果需要揾保險中介人幫手咧，記得要揾持牌嘅保險中介人。咁大家可以向對方攞張卡片咧，根據卡片上面嘅姓名同埋牌照號碼，上翻我哋保監局網站持牌保險中介人登記冊，輸入翻對方嘅姓名同埋持牌嘅號碼。check 下對方嘅持牌狀況。多謝兩位嘅分享啦。今日咧真係有 Edward 啦同埋 Edwin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又清晰啦又實用嘅 tips 啊，拆解退休理財策劃同投保嘅重點。嗱，如果大家想再知多啲、再學多啲嘅話咧，記住啊，可以瀏覽投委會同保監局嘅網站，參考多啲關於理財同保險嘅教育資訊啊。好，我哋今日嘅講座咧亦都嚟到呢一度啦。再一次多謝兩位嘉賓嘅分享，希望下次咧可以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拜。